買樓冇買字，你哋對家係咪有深度認識嘅先？尤其係嗰對幾十歲有啲錢有啲話事權嗰堆人。先至聲明先啦，如果你急住睇價錢、面積，甚至乎揾着數嘅，我真係幫你唔到。唔係我特登唔話俾你知啊，而係邊個唔識呢？打開各大社交媒體，甚至乎你所聽到嘅、睇到嘅大大小小買賣樓宇 Apps 都立即秒回嘅。但係你又有冇真正了解過家究竟係咩一回事呢？喂，係，星期四精英 day 喎，唔得啊，嚟唔到啊，嚟唔到。星期六就鋪晒 party，所以就之後嗰日啦，暫定咁樣啦，係啦，係咁，好，拜拜。我相信至今有相當多嘅用家咧係試過剛才情況嘅，撳 app 即係撳到亂晒，但係一撳個 home 鍵咧就立即歸位。嗱，呢隻機咧目前必定有呢個掣嘅，就係叫做 home， 目的就只有一個，就係將你嘅話題話知你撐到出公海咁遠，都必定將佢帶翻到手機原始嘅位置。而呢個功能咧，輕則就令到你有個定神小休啦，重則就係令到你嘅手機都一齊翻到起點嘅。家咧喺中文裏邊有好多種叫法嘅，例如寒舍啊、住所啊同埋寓所等等。而我哋剛才所講到嘅 home， 即係英文，一般通俗叫法都會叫 home 嘅。儘管有必要時咧，甚至會叫 house 啊、place 啊、apartment 啊，都會聽到。講一次親身經驗啦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尤其是係男士咧，買咗個車之後就好唔想翻屋企咧。冇錯啊，一閂埋車門就已經係自己嘅天地。原來翻屋企身心得到釋放，參滿電之後重新出發。所以千祈唔好睇少翻屋企呢3個字啊！家就係多文化嘅大熔爐。男士們撐起頭家，工作過後翻到屋企3餸1湯都最好不過，位處城中核心嘅屋企輕鬆做到。女士們打理家中大大小小講求效率，屋企周邊醫療、商圈、社區設施一站式俱全。細路哥由求學、運動到游泳設施都近在咫尺，呢個屋企都能夠輕鬆實現。有人會認為家提供情感嘅支持，一個家係促進家人心理健康同埋幸福感，亦都有人覺得家塑造積極價值觀，助力個人成長同埋品格養成，更加係凝聚歸屬感，讓彼此喺愛同埋尊重中共同前行。不過嘅我話，有得翻屋企唔使揸住架車通處跑，慳翻啲有錢電錢，仲可以斬料翻屋企加餸添，一舉多得。治國平天下可以遲一啲再諗，但係修身同埋齊家呢2個任務就可以喺華鴻喜悅軒即時啟動。想了解多啲呢個盤，可以打電話、WhatsApp、WeChat， 甚至乎私信留言都可以揾到我。服務承諾2個小時內即覆。想實地睇盤，仲有免費專車，從香港直達你哋指定嘅樓盤。記得撳個鐘仔 subscribe、thumbs up 俾個 like 我，同埋 forward 俾你哋身邊有需要嘅朋友仔。最後就係有2條一鏡到底嘅短片咧，將會係陸續上架啦，記得留意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